台积电表示讲，在现有的条件之下，未搁再考虑到这龙潭园区3期。国科会主委吴正中表示，会继续推动两区3期的扩建，也继续和居民沟通。那台积电会去倒位呢？伊是强调讲，上先进的制程一定会留伫台湾。有真侪地方政府拢表态欢迎台积电1.4奈米厂来到遮来起厂吧。我龙潭科学园区1期青片片土地是3期扩建预定地，将近160公顷。按过台积电已经表态，伫现阶段条件之下，无去考虑进驻两区3期。虽然唔知台积电要退出的国科会，敢知影退出的理由是啥物呢？台积电它是一个国际级的公司哈，是，它也不希望因为它自己一家公司的发展，让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居民有一些这个不谅解哈。10月早起，国科会主委吴正中到立院备询，表示未因为台积电退出就停止两区3期扩建，强调目前只是先导计划，若要开发到116年才会定收土地。立委也关心台积电1.4奈米厂，敢才是退出龙潭咯？我们还会持续跟居民一起来沟通。那台积电还有机会来吗？那个要靠大家一起努力。大家是国科会还会继续努力吗？当然。那你们希望他到哪里来？这个我袂当讲。好，你别再讲。我嘛唔知影安怎讲。好，事实上要取决台积电。中科。会改到台中园区1期、台南园区3期，也是桥头、南溪园区。吴主委并无表示，只强调台积电上先进制程一定留伫台湾。伫经济委员会出席高雄立委区志伟是大力欢迎到高雄，爱经济部确认未欠水电。现在高雄的供电状况是相对来讲比较充裕。稳定，企业要投资一定要获得政府的承诺，供水供电没有问题。要国家己屏东县首长也跳出来积极争取。另外，因为台积电退出桃园，引起政治对手批评的市长张善政是呼吁唔通这样做，只存政治嘴烂。产业发展是一个国家长远发展大计，非常严肃的课题。要沦落到政治口水，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。反龙潭园区扩建的自救会呼吁提案，19要过去接区管理局抗议。另外1.4奈米厂未来会伫什么所在？台积公司甲国科会已经拢讲会继续合作评估适合的用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